去紀念耶穌復活呢一件咁大嘅歷史事件。耶穌嘅復活顯明咗佢嘅神聖，佢證明咗自己係掌管生命主權嘅神，所以佢對我哋永生嘅保證係絕對可靠嘅。聖經咁講，罪的結果就是永死，就即係永遠同神分開，而且仲要永遠同魔鬼一齊生活。呢一件係幾咁可怕嘅事。永生就完全唔同啦。永生係指到永遠同神喺埋一齊，過住一種永遠幸福快樂嘅生活。主耶穌復活之後嘅40日，佢就升天，佢唔再用人嘅軀體生活喺呢一個世界裏邊，但係佢答應將來會以同樣嘅軀體翻到嚟我哋中間作最後嘅審判。佢嘅軀體雖然暫時唔可以喺地上顯現同埋活動，